今日講 CPL filter 有乜用，點樣用同埋用唔用好。擰一擰佢就可以減少物件嘅反光，例如第一減低水面嘅反光。呢個咁嘅場景，你見到條河咧係反光嘅，咁我就扭到佢冇乜反光，就係咁樣啦。佢有少少改善啦，唔算好多。呢個咁嘅畫面咧，就咁睇就好似冇乜分別咁喎，但係扭一扭咧，情況就差好遠啦。反光減去咗之後，所有嘢 detail 都高啲。但你見到用咗 CPL 同冇用 CPL 咧，其實佢嘅顏色取態都有啲唔同㗎，個色溫都有啲改變。咁係因為 CPL 都可以提升畫面色彩嘅飽和度嘅。你睇下，一邊行一邊影，冇反光係特別啲嘅。下次如果你要影有水嘅場景，都可以試下裝塊 CPL 去減低水面嘅反光，啲水會清澈啲，畫面會靚少少。講另外3個場景之前，好快睇下。第二 CPL 鏡片結構同埋點樣用，我會用呢 pack Freewell Go Ultra 專用濾鏡套裝裏邊塊 CPL 做示範 ，PR sample 嚟嘅，出片前淨係得我睇過，亦冇金錢交易。見到係紅色搭黑色，紅色個位置可以轉嘅，可以咁樣轉 CPL 先發揮到作用。首先當然係拆咗原本塊保護鏡落嚟，跟住用氣泵噴下支鏡頭，之後就可以擰塊 CPL 上去，擰緊佢為止，咁就裝完一塊可以轉嘅 CPL filter 就裝好咗啦。拍嘢嗰陣望實畫面反光位，再用手指轉塊 CPL，直至見唔到反光為止。用落就係咁簡單。睇下下一個場景，第3影植物影得靚啲。你睇下樹葉都會反光嘅喎，我而家扭咧，見到樹葉反光冇咗，啲樹葉清晰咗，扭翻住呢度反光。留翻呢度冇反光，效果冇影水面咁明顯，但有比較之下都睇得出嘅。而家地下樹葉有少少反光嘅，我而家扭咗之後，反光冇咗好多。你見到下邊唔會咁白啊，黃啲，畫面係靚啲嘅。有反光，少咗反光，少咗反光咪靚啲咧。影紅葉嗰陣加塊 CPL 係唔錯嘅選擇，冇咗反光，紅葉嘅色彩更加飽和，睇落顏色都深咗。配合埋 Go Ultra 超強防震，拍旅行片都啱用。講下一個場景之前，如果呢啲教學片幫到你，下次買嘢可以用我喺官網嘅專用購買連結去支持我。多謝，我哋繼續。第4，減少玻璃反光。CPL 另外一個好勁嘅功能就係防玻璃反光。你而家睇下，我慢慢轉動個 CPL， 其中一部機。我部車嘅擋風玻璃前面嘅反光冇晒，而家睇下個比較啊，有開同冇開分別咪好大呢？佢喺玻璃上面有用，喺金屬表面應該係冇乜用嘅，但係呢個場景佢將我車頭冚上邊啲反光都撳低咗。而家試下扭多一下，俾大家睇下出翻反光，翻嚟冇晒反光。係咪好勁啊？影有玻璃幕牆或者好多窗嘅建築物嗰陣就更加啱用啦。而家講最經典嘅 CPL 應用場景，第5，令藍天白雲更加靚。反光唔係淨係得玻璃同水面先有喎，天空都有喎。我擰一擰有裝 CPL 嗰部機，你會見到而家減咗反光之後個天係咁樣嘅喎。睇落都將偏藍色嘅部分糾正翻少少，我覺得未必個個都 like 啊。另外一方面比較下，一部咧就冇裝 CPL， 另外一部裝咗 CPL。你會見到雲嘅輪廓應該會比較突出嘅，喺呢個場景都見到畫面飽和度係高咗嘅，呢個方向應該會更加明顯嘅。我擰個 CPL， 嗱，你會見到兩者個效果差別好大啊。有裝 CPL 嗰邊雲嗰啲輪廓會深啲。有冇用？點樣用就講咗啦。咁用唔用好？第6，運動相機啱唔啱用 CPL 呢？用唔用好就睇你影啲乜。喺室內或者遮陰位下影呢，就唔好嘥時間用啦。正常嚟講，金屬反光佢都係消除唔到嘅。如果你影嘅嘢有水、玻璃、樹葉、天空喺裏邊嘅話呢，用咗佢一定好啲。轉咗相機方向或者旋轉咗部相機，都要重新調校塊 CPL 先會有效果嘅。代表佢適合用喺一啲比較固定嘅拍攝角度。如果你要影嘅嘢會經常改變相機方向嘅話咧，用 CPL 就要嘥好多時間去 set 佢啦。可能因為運動相機嘅光學結構同埋傳統相機唔同啦，我覺得佢個減反光功能個覆蓋率唔係好高啊。你見到反光嗱，少啲反光，睇到河底啦。但係 cover 嘅位置唔係好大嘅呢度。如果用傳統無反相機，我會 expect 有好大個範圍嘅水面都係會減咗反光嘅。雖然覆蓋範圍唔算好大，但係用咗咧一定係好過冇用嘅。你見到係可以睇到河底係好啲嘅，影落去係咁樣嘅。咁樣又點睇啦？少啲反光會唔會好啲？另外就係入鏡問題。但Go Ultra部機身好細，鏡頭都好細。你用 CPL 擰嗰陣咧，隻手指就一定會入鏡。你見到
冇得走嘅，所以你應該擰到啱個位置咧就放手先影會好啲。CPL filter 除咗可以減低反光，亦可以減低入光量，但效果唔及 ND filter。如果你想知道呢3塊 ND filter 有乜用同點樣用，訂閱之後喺下邊留言 ND 2個字，夠5個留言我就會拍片俾大家睇下，唔夠嘅話就算啦。咁呢度可以睇 Go Ultra 旅行實測片，我係阿 Nick，下次見，拜拜。